呢個我人見人愛Tata老師。今日咧嚟到海心沙參加廣州精品美食周嘅開幕同埋星廚晚宴 ，Follow me， 有好多品牌參加，同埋環節都特別多。今年咧增加咗60%嘅展位，138個美食展位任你揀啊！真係點食得晒呢？呢個2025廣州精品美食周咧舉行到10月19號。這種場合又可以見見老朋友，太開心了。萬人迷啊，七師傅啊，陳曉東啊，呢個我人見人愛Tata老師。期待16手晚宴。點個讚，一起開飯。頭盤一帆風順，萬人迷陳曉東約嘅招牌魚子醬鵝肝啊，鹹鮮軟滑，就係天氣太熱咧，稍微溶咗少少，其他都 perfect。開後嘅發酵酸湯配搭爽口嘅龍筋，真係勁開胃啊！花雕味嘅海參你食過未呢？由阿宇哥創作啊，可能最好打嘅星廚秉承全哥，尋龍魚頭佛跳牆，一個字真係舒服。貴麗標哥梗係知道啦，上隻靚嘅白切雞肯定唔會輸。二式名廚輝師傅用潮式梅汁酸菜煮閩東黃魚，拔高咗魚嘅鮮味。一帆風順人見人愛嘅曾師傅啊，招牌嘅中水餃入邊咧用小龍蝦同土豬肉做餡。年少有為阿 Ken 咧將手切功夫菜菊花豆腐製成咗甜品，有幾格喎。食在廣州金漆招牌，需要群策群力一齊推高。今晚嘅廣州咧真係特別靚啊！關注我一齊食好啲，下期再見。